嗱，咁我新聞到手啦，呢個就係華為最新嘅 MateBook Pro 啦，咁樣。咁啊，第一個感覺咧，問我咧，我喺開都未開嗰陣咧，第一個感覺咧就係輕。咁佢真係好輕嘅，因為咧，如果你睇翻佢官方嘅數據咧，就係970gram嘅啫。咁啊，如果你對比起我不嬲自己即係出街用開，差唔多近呢半年時間啦，接近日日都攞出街嘅咧，就係部M3 嘅 MacBook Air 啦。咁兩者相比咧，其實咧，好明顯，的確係華為更加輕嘅。咁如果你睇紙面嘅數據都係啦，因為你 MacBook Air 嘅話咧就係1270gram 左右，咁而華為咧1240左右啦。咁華為咧就係970gram，咁所以兩個相差咗200幾 gram 咧，係等於相差咗一部 iPhone Pro Max 嘅重量。OK，咁所以呢個係等於重多咗部 iPhone Pro Max 嘅重量啦。咁所以第一下就感覺係輕啦。咁啊，但係呢樣嘢其實已經好好嘅啦，因為你而家喺市面上啊，即係你話1公斤樓下嘅輕薄本咧，即係冇乜幾多個。咁其實而家咧講緊，就算標榜住輕薄本嘅，都已經係講緊1.5公斤樓下都叫做輕薄本啦。咁所以你話真係有一個低過1000gram嘅咧，其實已經係算係好輕便㗎啦。嗱，咁啊開咗完箱之後咧，就當然要開機啦。咁機咧就係呢邊係開嘅。嗱，咁一開機咧，我先未開機之前咧，大家睇個面先啦。其實佢成個設計咧就好簡潔嘅啫，同MacBook 啊或者市面上而家見到 Lenovo 差唔多嘅。咁呢塊板咧，其實同 Mac 一樣咧，其實喺熄機嘅時候係撳唔到落去嘅。咁但係當然開機之後，佢會有個模擬嘅觸感嘅感覺啦。咁而且呢啲打字嘅感覺咧，如果我去開一開俾大家睇嘅時候咧，就係咁樣嘅聲。咁呢個聲咧，其實以我打字啦，或者用 MacBook 啦，或者我自己用過啲機械鍵盤嚟講咧，佢個鍵程係比較長少少嘅，比起個 MacBook。咁而且佢撳落去咧，其實係比 Mac 稍為軟少少，但係個回彈力又好啲喎。咁所以總括而言咧，我覺得都算係幾好打嘅，但係就要習慣個鍵程長少少，即係要撳落啲先撳到落去咁樣咯。嗱，咁啊當然啦，最重要嘅咧一樣咧就係咧佢由以前嘅呢個貼紙係Intel 或者 AMD 咧改咗做 Harmony OS 啦。咁我哋咧而家就正式開機啊，睇下啦。哇！呢個畫面咧都非常之咁華為啊！呢個畫面咁啊已經入到去個視窗呢度啦。咁其實咧你睇個 design 先啊。嗱，特別係下方呢一邊咧，呢度嘅 design 咧，其實呢個位咧佢既 Windows 得嚟，亦都幾 Mac 機嘅。即係 Windows 佢而家你最新 Windows 11佢都係當係喺中間度嘅一個工作列㗎啦。咁然後咧你見到啲 icon 咁樣變大嗰個樣咧，其實呢樣嘢幾 Mac 機嘅。咁但係當然啦，佢而家咧幾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佢而家咧本來之前係個 Windows 掣咧，佢就擺咗一個即係我叫做鴻蒙掣啦嚇。咁鴻蒙掣其實佢出到嚟嘅呢個畫面咧，同大家用 Windows 個畫面咧係好接近嘅。咁但係如果佢撳呢個平時係 Windows 掣嘅呢個位咧，一撳落去咧，呢個就幾 Mac 機嘅咯嚇。OK 嗱，咁啊當然啦，我知道大家咧去比較關心嘅咧就係佢個可以用到啲咩程式啦，係咪？咁如果我入翻呢個華為嘅 App Gallery，大家睇下咧，咁佢能夠用到嘅程式咧，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多噶啦。咁如果你話工作方面嘅，其實我覺得幾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呢個位咧，你見到好似微信咁樣啦，但係其實微信係未適配嘅。OK，即係大家只係能夠用到 QQ 啊或者企業微信啊咁樣。如果大家去 search 微信嘅話咧，係暫時未有嘅。OK，只係會有啲企業微信等等啦。咁而工作方面咧，你睇下啦，嗱呢度咧用嘅咧都係包括騰訊會議啦、釘釘啦、企業微信啦，或者華為雲會議啦、Kimi 飛書等等咧，呢啲喺國內比較主流嘅 app 都已經係適配啦。咁包括百度網盤啊、印象筆記啊咁樣。咁而如果你話要取代 Microsoft Office，即係我哋嘅三件套嘅話咧，咁就係當然係靠呢個 WPS Office 啦。咁 WPS Office 咧，其實我見到佢個適配性咧，其實已經係算係幾好噶啦。OK，即係話佢而家特別係為咗
華為鴻蒙系統咧打造咗一個新嘅 WPS 出嚟嘅。咁啊，無論係等於佢嘅 Word 啦、PowerPoint 啦、Spreadsheet 啦或者 PDF 咧，都已經係做到噶啦咁樣。咁當然而家咧佢根據華為所講咧，佢就而家咧就已經係接近1000個或者千零個 App 咧已經係適配咗，咁之後會陸續去增加嘅。咁所以你睇下啦，包括我哋去睇平時娛樂嘅網站啊，或者係 B 站啊、知乎啊、小紅書等等咧，佢都係有嘅。遊戲方面咧，嗱遊戲我唔係專家啦，OK，咁但係據我去睇唔同嘅博主嘅聽聞翻嚟咧，咁而家個適配性都係慢慢去增加緊。咁而且喺一啲工作方面嘅配置都係有嘅，包括剪影啊、美圖秀秀啊咁樣都有嘅。咁而幾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你見到呢度所有嘅軟件咧，大部分都唔屬於係一啲好專業性好強嘅軟件嚟嘅。咁呢度嚟講，你見到成個畫面嚟講，最專業嗰個已經係要靠呢個啦，CAD 啊，即係做緊個中網 CAD 啊，中網 CAD，其實就係做緊個 AutoCAD 個一個版本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咧，佢成部機咧，由 App 啦，去到唔同嘅功能上面咧，其實佢都係主打一個輕辦公嘅一個配置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啲好專業軟件嘅，咁呢個暫時就未適配。咁但係至少係平時去做一啲輕辦公啦，或者係去平時作為一個上網本啦，咁都係絕對冇問題嘅。咁而且咧，你見到佢個版面咧係好靚，而且當然啦，作為鴻蒙系統咧，其實佢最主打嘅一樣嘢咧，就係同華為嘅唔同嘅配置去做一個聯合。即係話，如果大家有華為嘅 Pad 啊，或者華為嘅手機咧，其實係可以想像下可以係3個 mon 咁樣喺度，然後係互相共通嘅。咁包括 keyboard、mouse 嗰啲都係共通嘅。嗱，咁當然 AI 呢一 part 就唔少得啦。咁Microsoft 開始已經叫做不斷係咁出啲新機都叫 AI PC 啦，係咪？咁而家咧呢部機可以有一個乜嘢嘅效果咧？嗱，其實大家睇睇個 keyboard 嗰度咧，佢而家係有呢一粒咁樣嘅掣嘅。咁如果呢粒咁嘅掣一撳咗之後咧，其實就係觸發咗一個華為嘅 AI，就係叫小藝，即係藝術個藝嘅一個功能。咁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即係話如果你去問一問小藝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咧能夠做到嘢都幾多㗎。首先咧，佢自己都有講到咧，其實佢係深度融合咗盤古大模型啦，同埋 DeepSeek 大模型嘅。咁即係話喺呢啲問答裏面咧，佢係有用到 DeepSeek 嘅。咁但係盤古大模型咧，其實佢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同唔同嘅機種去聯合做一個物聯網，咁先至係用到個盤古大模型。咁所以去用到佢嘅時候咧，當然可以用到電腦上面嘅唔同功能啦。你話轉 dark mode 啊，去 read 同 write 個 calendar 啊，咁嗰啲當然可以啦。咁甚至乎可以幫手去做啲 office 嘅嘢嘅翻譯啦，文件拆分啊，即係話將啲 PowerPoint 轉 PDF 啊，或者 PDF 一個變做3個 file 啊，等等咧，都係可以做到嘅。咁調整音量 dark mode 咁嗰啲一定可以啦。咁而其中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幾有趣嘅，佢就應該叫做智慧位記啊。咁呢樣嘢咧，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就係話咧，當我哋去做一啲網上會議，例如騰訊會議嘅時候咧，咁佢咧係可以記低或者係即時去好似出到個字幕咁樣，去知道唔同嘅人去講咗唔同嘅嘢啊。咁呢個叫小藝位記。咁然後咧，再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你可以咧 mark 低個 keyword。咁當每次個裏面有人講到呢個 keyword 嘅時候咧，就會提醒你。咁例如你可以 set 自己個名做 keyword 啦，咁陳小文咁樣。咁每次喺個會議嗰度講陳小文嘅時候咧，咁就會提醒你啦。咁即係話，就算你嗰刻個會議可能係係離開咗嘅，或者行開咗，或者一個神魂太虛嘅都好啦。咁而一叫陳小文咧，就如果你係有華為嘅華為手機咁樣，佢都會話：而家又喺個會議裏面有人叫陳小文咯，咁可能你要睇下啦，或者將佢最近陳小文後面嗰段時間講嗰啲乜咧，佢都即刻喺個手機度 send 俾你。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用處嚟嘅。嗱，其實咧經過咗呢一段時間嘅試用之後咧，你問我覺得鴻蒙系統咧，其實佢上手咧係唔難嘅，即係話個適應咧，你唔需要好大嘅適應性咧，就已經可以去適應到噶啦。咁而且講個小秘密俾大家聽咧，就係咧華為嘅呢部 MateBook Pro 咧，其實你係可以透過虛擬機嘅方法咧裝翻個 Windows 落去嘅。咁當然裝落去嗰個 Windows 係一個ARM版本嘅 Windows 啊，咁而你咁樣裝法嘅話咧，你個性能上亦都難以避免地咧打咗折扣。
咁我諗大約打咗個8折或者85折嘅折扣，咁就一定會㗎啦。咁但係至少係可以咁樣做。咁但係當然裝 Windows 絕對唔係呢部機嘅重點啊。最重點嘅係咧，而家越嚟越多嘅軟件去適配。咁當然你話喂，可能唔會用得慣中網 CAD 嘅喎，或者係平時用開 AutoCAD 啊，或者用開 Photoshop 啊啲專業類型嘅軟件嘅咧，咁可能要再等多一陣。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唔係淨係鴻蒙系統嘅問題嚟嘅。大家諗下喺 MacOS。佢喺2020年左右啦，由 Intel 系列嘅芯片去轉型去到自己嘅 M 系列嘅芯片嘅時候咧，當時進入啱嘅生態系統裏面咧，其實都花咗好一段時間嘅適配性，特別係一啲比較專業啲嘅 App 嘅適配性，先至可以慢慢去到而家咧，算係 M3、M4 去到第4代嘅時候咧，先至去運行得暢順。咁而鴻蒙系統亦都係，而鴻蒙其實亦都係幾有趣一樣嘢就係咧，如果你睇翻 Windows 同埋 MacOS 嘅話咧。佢哋先整咗個 OS 系統出嚟，然後先至再去諗緊生態呢樣嘢。而華為鴻蒙咧，今次係第一次咁耐以嚟第一次咧，係有一個反其道而行嘅一個嘗試，就係佢先去做好咗個生態，就係話華為鴻蒙系統啦，同手機嘅、同平板嘅有一個好好嘅聯合一齊，然後再去打造翻自己個 OS 系統。咁所以呢個 OS 系統講真嗰句。做一個成功嘅生態出嚟咧，呢件事係最難嘅，係遠遠難過打造一個 OS 系統出嚟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就要睇下華為咧喺輕辦公呢一條路上面咧就行得幾遠啦。咁啊，你問我嘅話咧，用呢一個作為一個開始咧，係幾好嘅選擇嚟嘅。因為雖然我哋成日睇 IT 博主就去做一啲。經常去睇啲哇最高配Mac Studio 就要所有嘢都拉到最滿，然後睇性能咁樣，呢啲當然係好吸引人眼球啦。但係如果大家去睇翻銷售數據嘅話咧，就算哪怕係 Apple 都好啦，佢最賣得嘅機型其實都係 MacBook Air 嘅基礎版。咁所以見到而家喺後疫情時代啦，輕辦公嘅需求咧，其實係大家會係注意到嘅呢一樣嘢。咁所以而家喺鴻蒙系統係入咗呢個生態位嘅時候咧，咁啊睇下佢之後嘅發展係點樣啦。咁喺最後咧都要特別鳴謝翻呢位網友啦 ，Plus Lau 啦，咁啊好慷慨咁樣借出咗佢部MacBook Pro 咧去俾我哋做試驗嘅。咁啊即係如果有希望咧之後咧仲有其他嘅機咧就去同大家試咧，等大家可以攞到最新嘅資訊。咁啊，算係最後提到個花絮啊！每次想熄機嘅時候咧，我都不能避免地咧，去因為習慣嘅緣故咧，撳咗呢個類似 Windows 掣，咁係唔關事嘅。其實咧，撳應該係撳咧由左下角嘅呢個鴻蒙咧，咁先可以熄到機嘅。咁算係一個要適應翻少少嘅一樣嘢啦。